我又接到一個新任務。今晚羅伯爵宴客，佢請咗全城最有名嘅指揮快快指揮嚟擔任導師。快快指揮非常重視今次嘅演出，因為聽聞豆沙國嘅國王都係座上客，所以快快指揮連同所有樂師中午已經到達伯爵大宅彩排及準備。但係距離演奏2小時之前，快快指揮就失咗蹤啦。我就係問題多多事務所嘅三文治拉斯，福爾摩斯係我偶像，我嘅工作就係幫你解決問題。哎呀，我哋已經喺四周圍揾過啦，都揾唔到快快指揮，可能佢今次係我哋13個打頭陣演奏開幕音樂，冇咗指揮，我哋點樣演奏啊？咁快快指揮失蹤之前，究竟發生過咩事呢？我哋最後一次見面嘅時候，應該係彩排嗰陣。當時我哋喺度嗌緊交。你可唔可以嚟練習之前啊，練好自己嘅部分啊？我哋坐喺你前邊，都俾你啊影響到吹到亂晒，連我個假髮都吹甩埋啊！我梗有練習啦，問題係單簧管、雙簧管，佢哋都唔聽音樂嘅，一個係趕拍，一個係拖拍。我冇趕拍喎，嗰段我係主角，情感度我吹快少少，有咩問題啫？咁你咪唔啱咯，我吹嘅係正常速度，但係你唔係，所以咪唔夾咯。唔係，最衰都係巴塞管，次次都慢半拍，有佢份嘅時候就大大聲咁吹，冇佢份嘅時候就偷食薯條。你仲食？豆沙國國王成日話聽唔到我吹，喂，咁我咪吹大聲啲咯。仲有啊，我見到啲樂器都未到齊，真係遲到，我咪食下嘢先咯。點知我會慢咗半拍嘅啫？係咯，唔知係邊個咯，成日遲到，搞到快快指揮發火咯。喂，你睇我龐大身軀就知我坐唔到交通工具啦，每次都係行路過嚟噶。你知伯爵大宅有幾遠噶啦？你哋可唔可以體諒下我啊？其實我哋係一個團隊，應該互相體諒嘅。你又喺度食？你都知道表演場地係唔可以食嘢㗎。你唔啱啊！你唔啱啊！都話咗你唔啱咯。嘿，係你唔啱，都係你唔啱啊！各位，豆沙國國王差唔多到，晚宴即將開始，請大家各就各位。即係仲有幾多時間？仲有30分鐘。啊，冇問題，國王嚟到，話俾我聽啊！你有辦法揾到快快指揮？應該點做啊？冇指揮又點可以演奏到啊？冇指揮啊，又點樣能夠演奏喎？等我嚟睇下先。咦，原來今次你哋演奏嘅係莫扎特嘅大組曲 Grand Partita。呢首樂曲係13人合奏嘅作品，係唔需要指揮嘅喎。事出必有因，我大概知道點解快快指揮無啦啦唔見咗啦。係唔需要指揮嘅，我哋自己都有排練過。但係失敗咗，演奏得未如理想。如果豆沙國國王一陣唔滿意，以後一定唔會再邀請我哋嚟皇宮演出啦。冇咗快快指揮喺度，我哋一定演奏唔到㗎。唉，咁又唔係喎。如果你哋想演出成功，首先你哋先要改下你哋嘅壞習慣。壞習慣？頭先聽到你哋平時排練嘅情況，其實我都估到噶啦。第一，排練嘅時候係唔准遲到同早退噶。第二，唔該練好咗自己嘅部分先至嚟排練啊嘛。咁而家我哋已經齊樂器，
之前亦都自己練好。咁下一步，除咗呢啲基本嘢，你哋實在太過依賴快快指揮啦。其實快快指揮今次只係作為導師嚟指導你哋，你哋之間最重要嘅係溝通同交流。記住，要用心聆聽自己同埋同伴嘅演奏。因為冇指揮，所以要多用眼神同埋身體語言去同其他人溝通，咁大家先可以同步同埋互相協調，達至到一個有默契嘅最佳演出。記住啊，而家你哋坐埋同一條船，要身心合一，就連呼吸都要一致。誒，仲有時間，不如練多幾次啦。好彩有你幫忙，今次演出先至可以咁成功。快快指揮，你頭先係咪特登匿埋㗎？咁樣佢哋先至會學識做好本分，同埋互相合作排練。咁都俾你估到，不愧為三文治拉絲。各位同學，係時候考考大家，睇下你哋答唔答得到以下嘅問題。以下邊個選項喺排練嘅時候應該做嘅呢？ A. 彩排時飲食， B. 高談闊論， C. 練習好自己嘅部分， D. 守時。答案係一個好嘅小組合奏係需要以下邊個嘅元素？ A. 用心聆聽自己及同伴嘅演奏， B. 推卸責任， C. 學習點樣同同伴溝通交流， D. 自我陶醉。答案係恭喜你，你答啱啦！